田園鄉嘅雞係嚟自台灣南部無污染山區，我哋自然放養嘅黑羽壯年雞，專係只用嚟製作滴雞精，唔會用嚟生蛋等其他用途。肉質鮮脆富彈性，比平時嘅生蛋雞同食用雞營養價值更好。由使用嘅材料到成品包裝，田園鄉都有層層檢驗，嚴格把關。每一批雞出廠之前，都會經過合格屠宰同多項檢驗認證，然後送到乾淨寬敞嘅廠房，配合現代化嘅生產設備，喺潔淨、安全、衛生嘅環境之下，生產製作成為滴雞精，將鮮嫩飽滿嘅雞肉完整裝盤入碗，再一齊放入特製嘅黑桃鍋，開始準備滴雞精啦！每個陶爐都係燒木炭，慢火燉滴8個鐘，全程唔會加一滴水，燉出嚟傳統嘅炭火香味係無可取代嘅。最優質嘅滴雞精要出爐啦！掀開陶鍋個蓋，雞肉已經完全烤熟，乾咗嘅雞肉會送去飼料工場做成寵物飼料。唔會浪費食物，又可以循環再用。啱啱出爐嘅滴雞精表面都有一層厚厚嘅雞油。點解喺田園鄉嘅滴雞精飲起嚟有一啲都唔油膩嘅呢？關鍵就係繁複嘅濾油工序啦。首先經人手一層一層撇油過濾，再用機器做最後過濾。呢個就係每一包滴雞精口感唔油膩，熱量又唔到20卡路里嘅秘訣啦。清潔亦都係令滴雞精冇油益味嘅關鍵。使用過嘅黑陶鍋、盤同埋碗都會由自動洗碗機高溫清潔，徹底消毒，一步一步嚟，完全唔馬虎。完成濾油嘅滴雞精經自動化入袋密封，喺工作人員確認包裝無誤之後裝盒，全程迅速，確保包裝衛生。新鮮鎖住滴雞精嘅營養同品質。滴雞精包裝好之後，會立即放入負28度嘅急凍庫儲存。急速冷凍後嘅滴雞精會送入最後自動化包裝程序： 1. 高端金屬檢測儀嚴密檢查，確保冇異物殘留； 2. 噴墨打印機列印日期； 3. 磅重，如果重量唔合標準，就要拆封重新包裝； 4. 包裝封膜。一盒盒新鮮嘅滴雞精正式送貨到你手上啦！小小一包滴雞精，有住雞隻所有精華同田園鄉對產品嘅堅持。通過台灣最嚴格嘅健康食品認證，令你全家大細都飲得更加安心。田園鄉係享譽亞洲嘅國際品牌，喺香港、廣州、澳門、新加坡都有直營門市，深受各地用家喜愛。通過國際清真認證，滿足不同人士嘅補身需求。